歡迎大家收睇小伙子頻道。特朗普咧由上年2024年11月勝選，去到2025年1月咧上台之後，短短咧今日6月25號啦，短短嘅半年之間咧已經咧發生咗咁多巨型嘅事件，包括係1月上台之後啦，咁推出好多法案啦，包括係美國漂亮嘅法案啦，即係呢個叫做減富人稅減呢啲咁嘅福利，咁去到呢個4月咧。亦都有呢個關稅戰，亦都有呢個穩定幣法案，都係十分之叫做反傳統啦，尋日顛覆傳統金融嘅一個里程碑。咁去到呢個2025年嘅6月啦，咁更甚乎呢個以伊戰爭咧，美國作為調停方啦，用一個暴力式嘅暫停事件嘅一個力量啦，咁令到伊朗咧投降甚至講和嘅所謂表面上話有反擊，其實都係美國全勝嘅。咁喺呢個關稅戰裏面咧。美國亦都大獲全勝嘅，包括佢嘅美股或者美債咧，都係有人去買咁，所以大家表面上望落去好似好 crazy，好似一個黐線佬喎，但係你諗清楚、諗深一層喎，再諗深一層喎，佢喺咁多件事裏面全部贏晒喎，你諗下呢個叫做選舉贏咗啦，跟住咧去到呢個法案又成功獲批啦，咁因為佢有啲黨友啊嘛再加埋呢個關稅戰咧嘈下咧，一開始又好 crazy，最後咧嘈下咧，由幾百 percent 咧，最後咧佔咗就50%，50%都有數啦，對佢嚟講。同時間呢個叫做美麗法案咧，喺巨型嘅反對之下咧，都能夠通過嘅機會都相對大。咁同埋呢個以伊戰爭以為啦，今次冇啦，美國今次插手咧實會揦屎上身，點知咧一個搞掂晒。有啲人話咧伊朗咧就三方都贏伊朗咧。將啲嘢有元素咧就拎咗去，即係高濃度咧就收埋咗咁炸威嗰啲嘢咧都係美國又好似做到嘢，而呢個咧以色列咧又能夠咧令到成件事延遲咗啦。伊朗嘅核發展咧就緩和咗落嚟，咁望落去好似係一個即係全部都係好似好薄喎，咁但係咧對我嚟講表面上咧呢啲都可能係即係可能係選舉又好，或者係商人嚟講咧都話賺錢喎叻喎，但係背地裏點解咁做到呢啲佢想得到嘅事咧？最要原因都好簡單，真係好簡單，熟讀人性人類中意啲咩，驚啲乜嘢咁同埋自己嘅籌碼幾多，人哋嘅籌碼幾多，咁背地裏能夠運用好自己嘅資源，自己嘅一啲潛在可能大家都要透過呢件事咧學到好多嘢，唔好淨係話美國特朗普好黐線，但係最後搞得掂，但係點解佢能夠做到呢啲事，同埋點解人哋唔敢做呢啲事，同埋自己有咗幾多斤兩咧？咁同埋攞啲咩出嚟賣咧？咁呢度咧就要好清楚人性，自己同埋人哋嗰個狀況咧，先能夠做到呢啲決定嘅。咁唔係話一時三刻，同埋咧可能真係呢啲冇得教啊，呢啲天生係咪？咁同埋咧，美國真係強，即係呢次咧匯率金句，點解呢個伊朗咁早去草草了事咁樣去收工咧？原因都係唔夠鬥，亦都冇乜大嘅盟友除非中國或者係呢個俄羅斯插手。咁但係咧，可能美國一早睇穿你呢種嘢未必會啦所以就算你搞嗰個航島搞唔到啦，你再搞美國又再炸多你幾鑊，咁所以咧都係一句説話啦力量先係最緊要嘅，即係力量唔係話淨係講緊金錢上，亦都講緊智力上、心智上，同埋咧對人性有幾了解咁幫到你人生裏面所有嘅決定差唔多做任何嘢咧，都係諗住人性，唔好淨係諗住表面上嘅金錢，實質上咧更高層次嘅，即係好似玩大富翁咪就係表面上你幾多錢，背後你諗下人哋嗰個心思構想。咁你嘅時間咧，2025年嘅6月25號星期三早上嘅11點10分，睇睇啦Bitcoin 做緊10萬06千6嘅呢段 Bitcoin 先啦，想做呢套都 Bitcoin 想睇晒成條影片咧，歡迎大家訂閱啦，timing 十分之緊要。咁呢條片咧開始之前頭先講咗一啲關於人性嘅事啦，咁都係可能比 Bitcoin 更加緊要。即係點解要買 Bitcoin？其實都係即係兩樣嘢咩數字黃金巴拉巴拉，其實都係諗深一層，究竟呢個世界有冇一個空間係唔屬於呢個金融系統咧，就只有 Bitcoin。咁所以買呢樣嘢咧，唔係即係買緊呢個 Bitcoin 升，而係買緊呢個傳統嘅 system 跌可能咧就 shift 到過嚟，而呢個係唯一一個系統以外嘅一個空間嚟嘅。咁同埋一句説話啦，誒 patience is key。我成日睇嗰啲 YouTuber 講好容易話俾啲耐性，幾個月都等唔到，唔好話幾年3、4年，即係就算講明Bitcoin 10年升100萬都冇人做到嘅原因就冇耐性，同埋咧中間唔係咁容易，即係好多
friend 都冇玩啊，中間成日都話唔得啊，頂唔順啊嚇。咩 Bitcoin 好好，但係你捱唔到就係咁解。咁同埋山寨幣啦，咁啊仍然睇好嘅。咁啊好多人都唔睇好嘅時候咧，你做相反決定咧，相對上好嘅。我覺得咋嚇，你買唔買你自己決定。咁 buy low sell high 講好容易嚇，跌到落9萬幾蚊又唔敢買。咁同埋啦，即之前所講呢啲技術分析又好，流動性分析又好，咩都好啦。呢啲只係表徵係幫我哋做決定，但係實質上你要做決定咧，睇埋自己人性同埋市場嘅人性咯。你自己係人嚟嘅話，你都會驚噶嘛。但係市場你係驚嘅時候，你又驚咧，咁啊你即係大家做同一樣嘢，成功機會梗係低啦。如果唔係一齊發達咩唔通？咁所以兩者都要嘅，即係好多人都講咩技術分析、巴拉巴拉數據分析、基本分析、乜乜分析，最重要咧係其中一點六，我哋人嚟噶嘛，對手亦都係人嚟噶嘛，咁所以要分析埋呢一樣嘢同埋呢樣嘢比較難分析情緒呢啲嘢好難講噶嘛，咁所以透過經驗啦，同埋咧有過來人嘅分享，今日BTC update 啦、流動性 update 啦，同埋其他指標 update 同埋小科指指數嘅，咁會員部分咧再喺update 唔同嘅數據啦，同埋咧山寨幣嘅最新狀況。咁 Let's go 啦流動性方先睇咗呢個 BTC 價格 update 先，即刻睇睇。喂，飲啖水先，好口渴突然間。喂，大家飲多啲水，夏天嚇。好，1小時圖，咁啊頭先睇咗啦，比較高噶啦，咁由呢個以伊戰爭開打咧，最低見過咧就係98,800嘅，咁啊呢個位，我大概99000度咧就入咗啲火，咁反彈咗，咁啊見到咧呢個2小時圖、4小時圖咧，全部都係中性偏高少少，咁但係一日圖靚仔喎，即係話黃金交叉即將出現啦，同時間咧兩者啦就係呢個叫做之前所講最期待包括係之前我就擔心一樣嘢，小伙子呢個 MACD 死亡交叉到咯喎，咪含嘟嘟咁啊未必嘅，原因咧就係要配合埋嘅流動性。咁啊對比起幾次之前嗰3次咧，都係流動性贏嘅，咁所以咧我今次咧壓住咧就係流動性都會贏，咁所以中間咧唔係咁容易啦。你見到淨係以伊戰爭，大家已經可能頂唔順噶啦，咁所以咧自己都會咧即係有可能有個睇法就係會唔會錯咧？之前出咗條片流動性會唔會錯咧？咁但係我再重新check 多一次咧，之前黃色線尤其是咧黃色線好少升咁多你有冇見到？咁所以咧今次嘅信心就大少少咁啊。如果你話呢黃色線升少少，甚至乎跌啦，再加呢個叫做3日圖嘅 MACD 死亡交叉咧，我就一定會走噶啦。咁所以今次咧就係矛盾之處咧，就黃色線升好多。咁但係我個人認為今次咧，如果用翻3日圖